听完狐狸与山羊的故事，你就知道有一些建议看起来是在帮你，其实只是为了让自己脱困。一只狐狸失足掉进了井里，它怎么挣扎都挣扎不上来。这时候，一只口渴的山羊走了过来，看到狐狸在井下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这井水好喝吗？”狐狸眼神一亮，马上笑着说：“好喝极了，清甜又解渴，赶快来试看看。”山羊一听，毫不犹豫的就跳下去了，痛快的喝完水之后，才发现自己上不来。狐狸却说：“别急，我有办法。你用前脚趴着墙，我踩你上去，再拉你上来。”山羊信了，就让狐狸踩着他的背，一步、两步，让狐狸跳出了井口，却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山羊气得大喊：“你不是要让我出去吗？”狐狸回头冷冷的说：“朋友，如果你的脑子跟你的胡须一样长，你就不会在没看清出口之前就跳进来了。有时候我们也像那只山羊一样，太快相信别人的甜言蜜语，太慢看清现实的深景。在相信别人之前，先想想他的话里到底是藏着水还是陷阱。”